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行政院提出要来进行经济库碰管，即卖进度到底如何呢？讲这个整体设计已经伫咧收尾阶段咯。经济部长沈明丁讲，就咧等行政院命令，就会当对外来发布，一切以简单好用，会当达到这个刺激经济为上悬的指导原则。啊，那这个库碰管，当来嘛要改名改做振兴管。 行动支付是进前行政院用来进行经济库碰款上主要的使用方式之一，但是社会反对了后，行政院从善如流，上新的方案就要出现啦。无啊，个大家讲一振兴这较熟悉，好领好用，然后来希望能够来刺激经济这样的一个大前提。 连经济部长沈荣津拢改口啊，库碰款这个名称看起来已经是过去的历史啊。虽然佫毋知影详细情形，但是有听讲未来振兴券的数位含实体做伙发放，纸本抵用券面额100块为主。目前的规划是只要是消费拢会当用。这几天气温较悬，都有工商团体呼吁，为着纾困，希望各会当取消热天电价。 本身受冲击产业都有这一个打折，没有受困的产业呢，也这时候也搭了便车，所以这样来说的话呢，对于台电它整个的财务负担，相对的也就造成相当大的压力。台湾的疫情无遐尼严重啊，纾困和提振经济同款重要，犹原是经济部上大难题。